Hello，大家好，朱春勞。大家都知道啦，澳門嘅外勞比較多嘅，幾乎各行各業都有。喺澳門做外勞，相同職位應該比大陸人工高嘅。照計唔少內地人應該幾中意落澳門做外勞㗎。不過今日有網民喺社交媒體貼文話同內地人傾過，個內地人話佢個姊妹嘅情況，話嚟澳門做服務員即係侍應，只係得8500葡幣。特別強調係葡幣嘅，寧可喺大陸賺5至6千蚊人仔一個月話而家連外勞都唔係幾願意做澳門嘅服務員，證明澳門好多工呢，好多人應該話內地人都唔係好中意做，仲話如果你覺得係作文嘅，歡迎問下啲內地人。樓主問人話內地做服務員可以賺5到6千蚊人仔一個月，咁係咪真呢？睇嚟都係真嘅。因為呢幅招聘廣告喺內地嘅商場影㗎，最近影嘅。呢間食店呢，招聘店長7000到15000蚊人民幣啦，服務員就4200到4600，雖然冇講話5000到6000一個月，但都係低少少啫，唔係差好遠。假設5000蚊人仔一個月，折埋葡紙大約5006蚊左右啦。如果澳門做服務員8500蚊嘅話，都爭成3000蚊，爭1/3。都唔係話差好少㗎，都差幾多下㗎。當然啦，落澳門做外勞肯定辛苦啲啦，日日返工放工都要衝關，因為啲外勞收入相對低啲，唔會喺澳門租樓住嘅。同埋內地嘅物價平啲，佢哋肯定喺珠海住，日頭過嚟呢邊返工日日來來回回都要衝關，係比較辛苦嘅。如果有家庭嗰啲可能就有啲因素考慮未必係咁願意啦。雖然差3000蚊，因此啦，網友覺得樓主可能想表達咧，喺澳門請個外勞人工都係低㗎嚇，連內地人都就嚟唔願意落嚟澳門做外勞。如果俾8500蚊一個月澳門人，本地人肯定唔做啦。有時未必係因為嫌棄人工實在太低啦。8500蚊澳門人喺澳門好難生活嘅。老實講如果你而家夜晚去茶餐廳食個碟頭飯都要50蚊，即係莫講話8500蚊個月啦。而家話10000蚊個月澳門人喺澳門都係比較難生存嘅，呢個真嘅。但係你話內地人係咪上面做個侍應5000蚊個月，就好多都唔願意落嚟澳門做？有可能未必係嘅，因為始終仲有個工資差距嘛。有網友就話普通中小企嘅，例如茶餐廳啲侍應，可能8000蚊左右一個月左右啦。如果你去到賭場啲比較高級少少嘅餐廳做侍應，人工相對應該高啲，應該有慢鬆啲嘅。有網友就話如果加埋酒水呢啲灰色收入每個月可能多2-3千蚊嘅話，即係有11000-2蚊收入咁就會好一啲咯。聽講做地盤嗰啲有13000-4蚊個月嘅收入，如果加埋酒水嘅話，應該會多啲咯，可能有17800蚊個月。做地盤單從人工嚟睇啦，內地啲外勞都話其實高過內地又唔係好多嘅。不過澳門勝在就冇欠薪，喺內地好多時候你做完嘢有汗出就冇糧出嘅，成日欠薪。所以澳門有呢個好處所以內地啲民工就會落嚟做地盤嘅外勞。老實講好多外勞都係外省嘅，落嚟澳門做外勞離鄉別井其實都唔係幾賺嘅咋。好多人落嚟做都希望揾多2個錢，尤其啲外省比較偏遠地方嗰啲人啦。又話珠三角一帶啲人尤其係珠海人8000零蚊個月，又要頻頻撲撲兩地走返工。如果佢哋唔走水嘅話人工唔算多好多嘅。我都聽過有啲朋友嘅朋友本來做開外勞嘅，最後都返珠海上面喺上面揾份嘢做好過。好，呢集睇到先，想支持我嘅訂閱，我哋下集見。